别的打扮哦。谢谢主持人，天良温暖5个家族，文香姐姐，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。热热金色太阳，白色梦雾，阮流浪的故路，伊勇敢阵途，可阮的男性加认主。心有气骨，谁人了解我心思？谁知为啥含泪珠？为何愈生命愈粗？偏偏爱错小玫瑰，收尽了酸涩，可阮男性爱栽花，害阮吃凉杯。虽然阮不是好现世。来还杯，轮流下杯，最后叫你陪。情的关景着阮，搭你无暗路，自阮轰然的报名，落西像落雨，挽回阮当初来对路。着手痛痛，要出黑暗的江湖，不愿耽误好前途。爱阮心机愿吃苦，行着光明路。谢谢。掌声鼓励欧玫瑰，真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呀。这首歌是足好听，嘛足多人拢足爱听，对不哈？对呀，对哈。啊，你又有特别的装扮，是真的很特别。好，这么呢，那么来进行一段很重要的时间，姐姐跟凯蒂一起给我们民风哥来加油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好哈。好，民风哥加